启动反装甲，快速伤害。手枪，变吹风机。28歲無線小生丁子朗近年積極北上發展，最近更有份主演內地甜寵短劇《為何他們愛上我》，但係點知預告片曝光之後，佢竟然慘遭網民炮轟，令佢繼亞洲超星團之後再度成為負評王。劇中丁子朗飾演一名集團公子，因為神秘戒指進入咗奇幻真人遊戲，挑戰一王四後嘅霸總渣男角色，面對雙腿失靈、闖入遊戲等衝擊場面，丁子朗就以碌眼、O嘴等誇張表情應對，結果遭到網民狠批，全程用力過猛，演技毫無層次可言，仲鬧爆佢刻意挑眉扮霸總嘅模樣實在太油膩。網民直言觀感超尷尬，演技誇張過 AI。回顧丁子朗嘅演藝之路，其實負評一直都未曾間斷。2016年佢以18歲之齡奪得香港先生亞軍，之後入讀藝訓班正式出道。早年佢擔任過主持工作，後來獲捧開始拍劇，演技一直為觀眾詬病。2023年佢參加亞洲超星團選秀，又因為年紀偏大、妝容刻意，惹嚟一連串負評，最終遺憾落選無緣出道男團。直到舊年佢喺合衣中飾演大反派鄧世亨，演技終於獲得觀眾好評，更加首度入圍最佳男配角5強。網民都大讚佢簡直將斯文敗類演繹得淋漓盡致。今次北上拍短劇再翻車，令佢同之前嘅高光演技形成強烈反差。粉絲就希望佢及時調整狀態，早日擺脫負評標籤，重拾觀眾緣。